你揸車嚟馬來西亞一定會遇到呢一個煩惱。首先你要有一張 Touch 'n Go 嘅卡，跟住你要揾一個 Touch 'n Go 嘅通道，都仲未夠。停低車之後，第一件事要做咩呢？停低車第一件事留足個位，然後 P 波打雙閃，跟住落車，小心地下，佢哋好多機油啊，好易滑。拍個卡，跟住嗱跑翻上車。哎呀，上車，帶翻安全帶。OK， 關翻個雙閃，走人。如果你睇到個個收費站冇咁麻煩，你仲會唔會揸車嚟馬來西亞呢度嘅？